我諗我由演員嘅角度分享一下啦，因為其實接到一個劇本，到底個劇本嘅寫作係用一個點樣嘅視角去睇女仔咧？好 male dominant 嘅世界同女性嘅出發點其實可以幾唔同嘅，個質地都可以好唔同嘅。即係如果係即係大膽假設如果係可能男仔寫我哋女仔之間嘅 conflict， 可能會寫得比較勾心鬥角啲，或者又會更加 conflict driven 啲嘅，有機會係咁，我唔知係點，因為呢個故仔即係我哋就係見到其中一個結果啦。咁個 texture 都會非常之唔一樣嘅。咁我覺得好好嘅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女性作為主體嘅故事，係俾女仔去出發，因為其實以往可能喺個 history 裏面，好多經典文學作品其實都係由男性書寫，即係當然我哋唔需要去到咁遠啦。咁所以女仔去 offer 一種咁樣嘅視覺，其實可能係講緊呢20年開始慢慢越嚟越多咁樣嘅作品。咁因為我自己嘅 gender sense 都越嚟越強啦，越嚟越強咁去感受呢一樣嘢，或者 pick up 咗呢個 perspective。咁我自己作為演員都有越嚟越敏感。或者我自身本身對於女仔應該點樣被 represented 喺影視作品，我都有好深刻嘅思考。咁我覺得係好好咯，即係而家有好多嘅機會可以好正確咁樣去表達女仔，或者女仔嘅角色係越嚟越360度，越嚟越深刻，越嚟越被大家真實咁樣呈現，係一件好正嘅事嚟嘅。而我都希望第時可以拍多啲令到女仔好有血有肉、活生生嘅呢啲角色咯。